Yo， 想用最新嘅影片模型，例如 VO3、K-Link， 但又唔想俾月費，唔想用 VPN。今日教你一個方法，免月費，無需 VPN， 無技術背景都可以玩到最強最新嘅 AI 影片模型。呢個方法我自己都係咁樣用，就係用 Replicate。Replicate 本身係 developer 嘅專用平台，可以用到 Google 啊、Anthropic 啊、ByteDance 等等嘅最新 model。但係咧，其實即使你唔識得寫曲，都一樣咧可以用到嘅。只要去佢嘅網站 Replicate Playground 打一啲 prompt 就可以生成影片、圖片、動畫模型，包括 VO3、K-Link 2.1、Fuzz Context 全部都齊啊！而且唔需要訂閱，用幾多收幾多，幾乎成本價咁樣收費，公平又透明。我整過幾條 AI 嘅影片咧，都係靠佢生成出嚟嘅。呢個亦都係我最常用嘅 AI 工具之一。今日我仲為你做咗一份 step by step 嘅 PDF 教學，教你點樣喺 Replicate 度開戶口，點樣用 VO3 生成影片等等。想要？立即留言 AI，我免費 send 俾你。